今日看初九开始的汉光41号演习，今仔第9日度嘛是落尾一日。今仔国军是模拟解放军攻击大台北地区6项601里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佮乌鹰直升机投入作战，嘛协助地面部队。今仔早起，伫新北市树南的公园嘛演练甲直升机加油挂飞弹，这嘛显示咱国军平常时训练有素。 乌鹰直升机远远安尼飞过来，降落伫公园的草坡仔，普罗佩亚还咧放，发出真大的声音。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嘛伫咧降落。汉光41号演习第9日，要演练持久战。国军模拟中国已经拍入来大台北地区6项601里，派出2只乌鹰、2只阿帕奇提供地面部队火力支援，嘛演练野战警报。4只直升机降落了后，烟雾还咧放，规排看到真壮观。加油车赶到现场，官兵由油管线。 采1台对4台方式，在严禁无关的情形之下来做加油。阿帕奇跟黑鹰直升机在新北的树林公园这边执行这个热加油以及挂弹的作业，必须在限时在30分钟内完成整补，即刻升空重返战场。官兵灌规箱的火药，大火去甲阿帕奇直升机，甲攻击到人战车的地下火飞弹，还佫用来交战的刺针飞弹挂起去。另外，乌鹰直升机有下区支援的能力，会当协助兵力物资运补。 把受伤的患者送去病院，6项2大主力战机详细降落警报，请真侪民众来看。国军可能这10天9夜的辛苦的操演，就是有被守护到吗？有，在路上看得到他们比较安心。不过战争的时阵，直升机执行在加油甲挂飞弹，这个过程较脆弱，惊会去互解放军攻击，所以伫4区位也有部队来警戒，确保直升机真紧恢复战力。有学者观察。 6项的阿帕奇、乌鹰执行首都款的防卫任务，经伫溪埔演练加油、甲挂飞弹的补给，是真有战术价值。比方说，它可以避免，就是不用太过于依赖集中的前进基地，以避免遭到集中打击。那又或者是说，透过这种方式分散部署，然后去中心化的作战的方式，去强化它的生存能力。汉光演习就准备结束，中国增加扰乱台湾的力头。国防部掌握解放军对台湾发动联合战备警巡，17发布前查到58架厝的中国军机。 其中下过海峡中线，进入北、中、西南甲东部空域有45架厝，加上9架中国军舰，甲1架公务船包围台湾。我觉得多多少少就已经有示威的意味了，就表示说他也不甘示弱。但是我是觉得到目前为止，共军好像没有采取非常强烈的行动。针对中国大动作，派出军机军舰来扰乱，佮挑工演练封锁台湾。有学者认为讲，中国目前是咧甲咱讲。敢有进一步的军事动作，也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